拍马屁，对不？所以耶稣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耶稣是不是安尼啦？啊，是安那耶稣不是啊，咱就是。各位，这不容易啊。就是说，你要接纳这一种另类的社会边缘人不容易啊。弟兄姐妹，咱得爱有愿意、信任、互相信任、互相扶持、互相宽容的心，较有可能，咱会容忍咱的兄弟姊妹去接纳你所无介意的社会边缘人。我有没有讲清楚？我真的要讲这个例子吗？这个例子非常尖锐。我都不要讲谁是谁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就可以自己去，自己去跳哈，对哈。比如说，好啦，今麦那边要选总统嘛，对不？你以为你认为是好总统，人家就认为是好总统吗？会不会？好，所以你有你的看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兄弟，但我把他看法呗。好，啊，明明讲迄个是笨蛋嘛，那个是不好的嘛。我的兄弟姊妹既然去安那支持伊，有可能是笨啦，哈。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像亚稣，伊去接纳一个社会边缘人？你知道我在讲啥不啦？我用很尖锐的例子啦。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跟你的弟兄姐妹分裂？可是耶稣不要你看到这个吧？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各位哈，这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？我是很小心的运用经文，在符合时事，你知道不？我有一个盼望，各位兄弟，今日咱无论是什么款的人，要选什么人，咱犹原是兄弟姊妹，会使袂？无人要插我。这个人他跑去做出你脑袋无法接受的事情，你怎么会接纳那种人？他明明就是一个，我不讲啊。你怎么会去接纳那样的人？他是卖什么？哦，我本来只要说卖情啊，你怎么讲这样子？好，各位这我们不理解，我们不是上帝，我们不晓得他的动机，我们也不晓得他的看法，我们也不晓得他的支持是什么。可不可以？我们还是可以彼此接纳。虽然在旁边念说：“哎呦，伊可以去迄个歹人的厝，哎。”各位我说这句是重点，这句是重点。我们可不可以互相接纳？看起来好像不行，没有人理我。我跟你讲，你也不用应允我，你嘛免答应我，你在心里面想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咱天的会已经4分5裂啊，不能再裂下去了，哈。咱千万唔通因为无同款的立场、看法、做法。然后我们就自己先分裂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啦，拜托啦。好，时间也到了，好，现在已经11月了，就在2个月见真章，啊，在1个多月就见真章，好，就当做是个提醒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哈。这样有没有很脱离经文的脉络？好，不过咱爱提醒一件代志，就是咱教会做法常常甲耶稣无同款。这个经文无讲出来，其实耶稣伫教示的时阵，在教导的时候，耶稣是最清楚的，非常清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什么款的代志，唔通做，你不只是唔通做，是为心、为态度、为心态开始唔通做。这是耶稣的教导。啊，不过耶稣对待犯罪的人是安那？是最宽容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的顺序。伊的教示最清楚，啊，不过伊在对待这些罪人、已经犯罪的人，是非常的宽容，是非常的提供机会的。教会拄好相反。
我们教会的教导其实都不清楚，唔敢讲。安哥若要对台做唔对的人嘞，很严厉，对不？是不是？我们要不要换一下方向？叫耶稣的宽恕，咱来学看卖啊！唔嘛，咱对咱个人教会开始，所以你们要原谅我。咱来祈祷，我们来祷告，真是很好的结论。